法例知多少？妨礙司法公正篇。妨礙司法公正聽得多，你又知唔知以下邊個說法最能概括妨礙司法公正罪嘅重點 ？A. 被告人作出作為，該作為傾向妨礙及有妨礙的意圖，針對嘅係司法公正本身。B. 被告人作出作為，該作為導致妨礙及有妨礙的意圖，針對嘅係法庭判決。正確答案係 A. 妨礙司法公正罪必須同時滿足以下4個基本構成元素：一、被告人作出或開始從事某作為，必須有實際嘅行為或嘗試；二、該作為具有傾向可導致妨礙司法公正，行為本身有潛在影響司法程序嘅能力；三、被告人具有妨礙司法公正嘅意圖，呢個係最關鍵嘅元素，必須證明行為人有主觀意圖去干擾司法公正；四、所針對嘅係司法公正本身，行為嘅目標係司法程序的公平與完整性。下一題，準備。以下哪個情況不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 ？A. 唆使證人更改證供，或協助朋友頂包冒認司機 ；B. 拒絕向警方提供資料，但沒有銷毀證據或主動干擾調查。正確答案係 B. 妨礙司法公正罪嘅核心在於意圖干擾司法程序。單純唔合作、無妨礙意圖或進一步行為，不會直接構成此罪。常見嘅妨礙司法公正行為：干擾證人、銷毀證據、作假證供、協助逃避追捕，例如頂包。下一題。以下哪個說法最能解釋此罪中意圖嘅重要性 ？A. 只要行為導致阻礙，無論是否有意圖都犯法。B. 必須證明有明確意圖，即使行為最終未能成功干擾司法公正都犯法。正確答案係 B. 控方只需證明被告具備意圖且行為具備傾向妨礙司法公正，不要求實際導致阻礙、意圖干擾，即屬犯法。下一題。以下哪個情況最可能被控妨礙司法公正 ？A. 朋友揸車超速被影快相，你向警方聲稱自己係司機，意圖讓朋友逃避罰款及扣分。B. 交通意外後害怕離開，隨後返回報警，或無意中提供錯誤車牌。正確答案係 A. 呢個係典型嘅頂包行為，涉及明確嘅妨礙司法公正意圖，故意提供虛假信息誤導調查，讓肇事者逃避責任，後果極其嚴重。各位觀眾朋友答啱咗幾多題？分享埋俾身邊朋友，了解更多法律知識。想問下你嘅情況，立即下載內，5分鐘內得到 AI 初步分析，支援轉介真人律師內一站式法律 AI 綜合平台。